那夜陆渊为了一己之私，下令全城宵禁，其实是为了阻止李邕潜逃出城。陆渊与元启皇帝无后，他的养子楚同长也并非他扶持的傀儡，而是元启皇帝唯一的侄子，北安王的遗孤。李邕叛国投敌，却被誉为千古贤相；陆渊一生为国，却被冠以妖侯之名，凭什么？这种种污名，陆渊，你真的一点儿也不在乎吗？母后，儿臣不解，明明是您扶大厦之将倾，就大胜于贫弱，可百姓非但看不见您的良苦用心，还谣传您贪图享乐，奢靡成性。此般流言蜚语，恐怕会流传于后世。母后为何不愿意澄清呢？居上位者，谋事不谋名，说辞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误解、嘲讽、抹黑，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些？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改变他的命运。